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美聯物業寶星分行嘅 Alfred，今日帶大家嚟到寶星中心。寶星中心一共分為4座，今次睇嘅單位係實用面積362平方尺，裝修非常之新淨。單位嘅景觀非常之開揚，係望返東南嘅方向。單位包括咗窗台，窗台面積有成57嘅平方尺。呢個係一個2房嘅間隔。我哋首先帶大家望一望廚房。廚房非常之闊落，裏邊亦都已經做好晒啲櫥櫃、雪櫃、洗衣機都可以放到喺廚房裏邊嘅。好，跟住帶大家望一望洗手間。煤氣嘅熱水爐，裝修新淨。好，望一望右手邊嘅睡房。單位2個睡房嘅面積相若，大概係2米乘2米8。好，喺睡房嘅門口望一望個客廳嘅位置。跟住望一望另外個睡房，左手邊嘅睡房係望返住雍雅軒。好，啱啱大家見到嘅呢個單位係362平方尺，係屬於一個比較罕有嘅放款單位，而且係屬於 boy 座，可以直接出到去和宜合道，景觀亦都非常之開揚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同我預約睇樓。拜拜。